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呢一段七大脈輪淨化冥想。請找一個讓你感到舒適嘅姿勢坐好，脊背脊挺直，雙腳輕輕平放喺地面上。如果可以，請輕輕閉上你嘅雙眼，讓身心慢慢沉靜下來。現在，讓我哋一齊做3次深長嘅呼吸。吸氣時，感受清新嘅能量充滿全身；呼氣時，輕輕釋放所有緊張同埋雜念。每一次呼吸都讓你更深地沉入內在嘅平靜。現在，請將你嘅意識帶到你身體嘅底部，你嘅海底輪，觀賞一朵鮮紅色嘅蓮花喺呢一度緩緩綻放，佢代表住你嘅根基、安全感同埋生命力。感受紅色嘅光芒溫暖你嘅身體，釋放所有恐懼與不安，讓你感到被大地母親穩穩地支持着。接着，將意識上移到肚臍上方，你嘅臍輪，呢一度閃耀住溫暖嘅橙色光芒，如同夕陽般柔和。感受橙色嘅能量流動，喚醒你嘅創造力、熱情與情感嘅流暢，讓所有嘅壓抑與僵硬都隨之消融。再向上來到你嘅胃部上方太陽神經叢，呢一度係一團明亮嘅黃色光球，充滿咗自信、力量與個人意志。感受黃光擴散，增強你嘅內在力量，清除所有自我懷疑同埋無力感，讓你充滿積極嘅能量。現在，將意識帶到胸口嘅中央，你嘅心輪，這裏散發着溫柔嘅綠色光芒，係愛、慈悲與連結嘅中心。感受綠光輕撫你嘅心房，療癒舊有嘅傷痛，開啟你接納與給予愛嘅能力，令到你嘅心充滿溫暖同埋和諧。繼續向上，嚟到你嘅喉嚨部位、後輪，
呢度係一片清澈嘅藍色海洋，代表住真實嘅表達同埋溝通。感受藍光淨化你嘅喉嚨，讓你能夠清晰自信地表達內心嘅聲音，釋放所有未講出口嘅憶。再向上嚟到你眉心之間，眉心輪呢度閃耀着深邃嘅靛藍色光芒，係直覺、洞察力與內在智慧嘅所在。感受靛藍光芒開啟你嘅第三眼，提升你嘅洞察力與靈性感知，連接宇宙嘅智慧。最後，將個意識帶到頭頂嘅最高處，你嘅頂輪呢一度綻放住純正嘅紫色，又或者係白色嘅光芒，係你同宇宙嘅源頭高我連結嘅通道。感受呢一道光芒，將與你嘅無限嘅智慧同埋愛相連，體驗合一嘅平靜同埋喜悅。而家感受所有嘅脈輪都已經重新校準，能量流動順暢，你被溫柔嘅宇宙能量所環繞，充滿咗平靜、力量同埋愛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請你慢慢地、溫柔地眨一眨對眼，將呢一份美好嘅感受帶返到你嘅日常生活中。感謝你，艾海莉。戴上耳機嘅效果會更加好，咁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每周可以陪你淨化身心，亦都歡迎分享俾嗰個你最近壓力好大嘅朋友。你嘅一份分享，可能就係佢需要嘅療癒。記得按讚收藏，隨時返嚟充電，或者追蹤我嘅 YouTube channel Awakening Hailey 222，每周療癒引導唔漏接。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晚安。